牧师长老刘英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搁倒来到伫咱即个所在，然后看到几个老朋友伫即个所在，心欢喜，愿上帝的神甲咱三个同在。今仔日我是代表台南新南院来到伫遮。台南新南院到即个为止设立即个学校已经147年，会当看见一间学校伫台湾无一间，即摆有真侪大学吼，学生招招来了，伊要毕业煞无法度通毕业，因为学校已经关去啊。毕业证书摕到了后，无几年了后，讲即个学校叫用关去，将来去讲我是倒一间学校毕业的，无迄个学校已经多谢谢，已经找无。所以今仔日我要来甲咱介绍一间影响台湾真大的学校，但是咱一般的人无一定知影这间学校，伊需要咱关心，伊需要咱带导。要讲到这间学校，我要讲到宣教师，所以今仔日我用的几个圣经，拢伫咧提醒咱这项。圣经安尼讲，报福音传好消息的人，因的脚只河顶的水；报福音传好消息，遮的人因的脚只河顶的水。什么人要去报传福音？我想这是一个问题。上帝直咧呼召伊的百姓，恁着去，恁着去。总是这个呼召临到，无拄拄有啥物人伫咧做回应？毋茫今仔日咱来看讲上帝的神怎样感动一寡真少年的人，然后因就陆陆续续来到台湾，因对台湾的影响是偌大。这个人直直抱着保罗的一个心志讲：我活是为基督，我死就得利益有福。上帝的神入要伫我的性命，然后我欢喜回应上帝这个呼召。我真有限、真软正的人生，看上帝要安怎样通过我这个有限的人生，得到极大的荣耀，会当利益周边的人。我想今仔日咱伫咧讲这个呼召。一宣教是咧讲到呼召甲回应。所有的历史是对遮来开始。我要离开的时，姚嘉文主政，伊伫北角山台景园区要放一个出来及的电影。前7月底，伊要放，叫我去，因为伊要去陪副总统，我就去主持这个。因为看的人真爱看，搁另外一波，所以伫拜六昨昏放了，伫迄个出来及。伫咧讲到摩西怎样带以色列出来及，但是迄个作者拢甲即个上帝的部分摕掉。我想迄个敢若甲出来及摩西若甲带出来及整个遮尔要紧，然后甲上帝摕掉，甲上帝的呼召摕掉，甲迄个牧长摕掉，甲十诫摕掉，甲分而不回摕掉。我想迄个电影怎啊变做摩西是一个伟人，历史的伟人。但是这个历史的伟人背后是上帝的呼召，所以只有一个呼召。上帝讲：我看到我的百姓伫埃及受苦，互人吞踏，因啼哭的声我听到。摩西，我找你去，带我的百姓出来去。亚伯拉罕、耶稣呼召，然后到伫保罗，我想咱伫咧讲到遮个历史。那伫咱有限的人生的中间，圣经咧讲。着趁你少年衰败的日子也未来临以前，你着纪念创造你的主。这里讲着一项，咱的生命，基督徒，咱的生人，咱的生命是创造的，上帝创造咱，然后咱到最后，咱生命，咱还阁转去到创造咱的上帝的面前。我想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的生命的回溯。所以上帝予咱一个生命，到最后咱的生命还阁转去到伊遐。In between， 伫这个中间，你人你要安怎样过生活？人你怎样伫咧用你的时间
怎样伫咧使用你的才情，怎样伫咧使用上帝互你所有一切，然后即个敢若用伫你的身上，敢若用伫你所爱的人的身上，也是你会当甲遮个用伫上帝的国度。若确实伫你人生当时醒过来拢袂要紧，会当甲你的人生回应互上帝的时，圣经的应允讲，伊要互你真有限软正的人生，到尾啊彰显为大，互伊变做另外白。今仔日咱读的圣经是讲，要伫你通过你的身上得到荣耀。所以，即个通过一个人若回应上帝，上帝会互即个人的性命会有一个真大的无相像，迄是一个开花的结子。哦，所以咱基督徒要安怎当咱伫咧行即条人生的路，咱咧定定，咱伫咧讲尊主最大，尊主最大。然后是要安怎用上帝的话伫咧带咱的人生，互咱的人生无空虚、无白等、无白白地无用一寡家己认为对的代志。到尾啊，伫上帝面前，上帝讲你即个歹个平淡的路步，因为你所做的无拄对是我所爱的。伫遮我咧讲到拄则咱吟的诗讲，我真爱讲这故事。咱来看福音来到台湾的故事。其实伫即波以前，毋通袂记得，咱抑阁400年前，咱就有一波荷兰人来伫南部建立台南城、台南府城。1624年，荷兰人来到伫台南建立府城，但是伊伫迄个时已经有将福音传出，嘛伫满岛有信仰院，但是郑成功来了后，甲荷兰人赶去，然后甲荷兰人拢抬。然后伊甲一寡遮个女性荷兰的女性，叫因排互规列，然后叫伊大先去捡一个带一个牧师的查某囝做说仪，然后伊捡了了后，叫遮个大官，然后依序逐个人照伊所爱去捡。基督教伫16年了后，互郑成功全灭掉去。所以郑成功这个人伫台湾的历史有一面，但是对基督教的历史，伊完全是一个毁灭性。但迄个16年代，迄波无去了后，即摆过来，咱来讲近代将福音传入来台湾，就是对遮。咱来看马雅国，伊是第一个，伫1865年，一个医生。一个长老，单独一个人，千里迢迢对苏格兰、对英国的苏格兰来到伫台湾，要用伊的医疗来传福音。总是来到台湾了后，你看伊来的是几岁？28岁。28岁，千里迢迢，对伊的母国摕一寡医药，然后来到遮，甲人看病，传福音，然后有人要信耶稣。伊所发觉讲，我是一个长老，我无法度通好甲人洗礼，无法度通好带人收圣餐，所以伊就甲伊的母国母会遐，请讲经过派牧师来，可惜一个牧师少年的牧师来到伫海中，迄个时要坐船来到福摩沙大2个月，这个牧师伫海中拄着海难，跋落死去，伊就经过叫母会搁派一个。第一个成功来到台湾的就是李修，1867，所以安尼差2年。伊来的时27岁，李修牧师伊开设台南第一个教育单位，然后通过伊伫台湾敢若12年后，伊破病过身，伫台湾12年，伊开拓13间的教会。李修牧师，长隆女中嘛是对伊的手。开拓，然后1871年来2个，一个是留伫台湾北部马街，这就来甲咱加拿大有关系啊。伊是对出拢做遐去，马街博士伫1871年140年前去到伫台湾，到即马你若我已经去伊的故乡2摆，我塞车去，你若去到伊遐的时，去到因故乡到即句车驶过的时。迄个因为无空担仔加，
迄个灰尘也搁蓬蓬涌到即句。啊，你想讲140年前，对遐尼庄脚的所在，有一个人读医学，有一个人读神学，有一个人读各种的，然后去到台湾迄个岛屿，要用伊的医疗来传福音救灵魂。然后187年也搁有另外一个甘伟林，伊原来是对英国苏格兰去，然后留伫台南。伊主要伫台南做的是，甲全台湾迄个时目睭青面的，伊拢甲捡起来，所以诚做一寡，伊诚做一个青面人的照顾者，青面人的牧师。然后甲你知影咱早前若厝内有青面的，遐个青面人拢伫咧创啥？那青面的古早，青面人厝内若有人客来，拢会叫即个青面爱去边啊。啊，若要看真正青面的，拢毋通出来。啊，若无，咱叫人看到咱厝内足无面子，人都无爱嫁人，无爱娶，咱无爱嫁人，啊，咱嘛娶无某，哦，啊，总是迄个时，伫迄个若青面拢伫路边，踮啊伫咧甲人分食做去食，甘伟林牧师甲遮个人拢捡起来。甲因饲，甲因教育，所以咱早前若讲着哇，青面的伫咧讲掠灵，其实迄拢是早前伊训练出来，怎变做一个传统，互伊遮个青面人会晓蒙字，会晓读圣经，会晓 OK 啊187，然后185巴克勒牧师来到伫台啊，我有早一本册是伊16岁的时，伊就写一个献身文。然后讲伊一世人要将伊家己献互上帝，看上帝要安怎用伊。啊，你知影讲伊伫大学的时，伊的教授真优秀。伊伫在大学毕业的时，伊就写一个论文，迄个论文到即嘛，也搁刻伫大英百科全书内面的记录。伊伫1870年代。哦，我想伊咱会当看见讲早前来到台湾，遮个人真少年，28岁、27岁、27岁、30岁、27岁，上老的已经30岁是上老的人。你毋知咱即摆若30岁囡仔咧创啥？啊，你知影讲因要来到台湾以前，因爱经过几年的备班，因爱读几年的册。因知影讲未来，我要成做一个宣教师，我要去到一个遥远的所在。因伫各方面已经伫咧早就拢伫咧准备家己，所以因的人生有浪费无？拢无浪费。因的人生知影家己我头前要对倒位去 ，OK？ 啊，你知影讲巴克勒伊来到台湾的时，伊甲李修牧师办的学校转型做台南新南院。所以台南新南院的前身就是李修牧师来到伫台湾，遐尼少年，你要讲这少年家，然后来到遮就是医疗，就是传道，就是设学校，啊，伊袂晓讲台湾话呢？可惜咱即摆有一寡统治者，讲对中国来，到即摆已经70年啊，偌侪人来到台湾，啉食台湾，吞打台湾，放伫用台湾，到即摆因也袂晓讲台湾话。咱纪念遮个人，遮尔少年来到台湾，因几年啊了后，巴克勒牧师，哎，我圣经在等伫啊，我只会用的圣经也阁是巴克勒版的圣经，就是伊来到台湾，敢若几年啊尔，伊推广白话字，伊印刷白话字，伊开创教会公报，台湾第一份的台湾整个都是第一份的报纸，教会公报，伊用安尼伫咧，互遐早前毋捌字的人。通过读白话字，白话字拢差不多3工5工就会晓读，然后圣经就安尼出去，信息就安尼出去，吼，所以啊，这个巴克勒牧师，敢若几年啊了后，伊就开始翻译圣经啊，然后到即句伊翻译的圣经，就是遐尼精准，哎呀，互咱感动宣教师。巴克勒牧师也阁有一项，因为因。来到伫台湾，真紧就得到遮台湾人民的拥护、欢喜、敬爱，所以1895，大清帝国倒了后，将台湾挂互日本。你知影一个大清帝国倒，
日本兵要来占领台湾，迄个时台湾有一寡人要抵抗日军，但是迄个清帝国的官刘铭武下半暝化妆做阿婆啊，黄金摕咧，一寡财产摕咧，拢伫身躯。半暝装做一个阿婆啊，变装走转去伫中国，所以咱到即马咱拢抑搁伫咧讲阿婆啊，浪港，阿婆啊，浪港，其实就是咧讲即项代志，就是清帝国上要紧的大官，甲即个土地拢放咧，物件摕咧半暝走，但人民恐慌，惊了日军入来了屠杀，所以遮个地方的神事。拢去拜托巴丘的牧师，等下我互咱看，拜托巴丘的牧师是伫南部，迄个南医生中部，北部是迄个马街，甲一寡遮个州拢是基督徒，然后去甲日军交涉讲，毋通入来时毋通甲阮屠杀。但是这互相中间的协调者爱有人，所以迄个时因遮个人就请当时的地方神师，互因一个文件，确实是恁拜托阮，所以因受邀请。但是出去甲日本军交涉的时，遮个人甲日本的官员讲几项代志。第一，请恁用绅士的方式统治台湾。绅士的方式，毋通用暴力。第二，好好建设台湾，第三，爱互台湾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提高卫生的品质，教育甲卫生。第四，恁派来的人上好。找基督徒，因为当我咧讲这个时，咱搁倒转来想，我2礼拜前我才伫台版，日本的基督徒到即句哦，已经100万年后的今仔日8%的基督徒，但是日本1945倒转去，二战倒落去，原子弹倒落去了后，日本军转去。日本人伫台湾的每一个大都市，拢留真侪教会互咱。我安尼是咧讲一项，啥事伫日本迄个所在，基督徒的比例遐尼少，但是伫台湾的年代，因伫逐个都市拢有留落日本的教会，就倒转来伫遮。然后啥事日本人伫台湾。对台湾，日本对台湾的建设，无论是桥梁、路，还是迄个灌溉的迄个灌溉系统，拢是世界上第一套。咱的米，咱的遮个，然后迄个座堂，咱伫 UBC 哦，这个公告书，咱今仔真欢喜，这赞成兄伫咱遮。伊是一个历史以来几百年，西方有迄个 storyteller 哦。但是咱温哥华，我那产生一个颠沛话，后来转型做讲故事的 storyteller。伊伫咧整理这个故事，台湾人的故事，伊整理100个，伊咧讲牧师，我整理台湾对台湾贡献上要紧的100个中间，基督徒的比率真悬。这就是伫咧看到基督徒伫历史以来留落来，然后看到日本人伫基督徒这款的条件下面，伊真正互台湾人卫生。教育、建设、糖厂，哇！台湾，所以今仔日到今仔日已经21世纪了。今仔台湾的这个发展，毋通袂记得，这个宣教师，敢若规个人，因将因的性命献予上帝，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将因的专业、将因的规个精神拢送予台湾，台湾就伫遐直人才直出来，所以。真正一个性命，哪会当好好啊？咱看这蓝医生伫彰化，蓝医生当时来1895，伊来时25岁，然后创设彰化基督教病院，伫这个中间，
因你看拄则迄是南北南部甲北部即摆咧讲着中部的宣教师。伫河米才有一个囡仔，国校5年，伊咧算到跋倒，然后直烂，找迄个人顾草药啊，顾无好直烂，已经发红，规身躯已经烧甲真长，已经无法度，人全甲送去中华基督教病院，然后兰医生夫妇甲顾到尾啊，兰医生娘直甲讲圣经故事讲到尾啊。看到伊发烧，看到伊安尼治拢袂好势，兰医生去甲因老爸讲，即摆亚洲知影，即摆上要迄个世界有一个上新的医疗，讲叫做将即个人的皮肤带来即个人的皮肤，看这是唯一的办法，这讲世界上新的医疗。去甲老爸讲，老爸讲，他有可能，我参与遐尼多，我皮挂落了，我都毋免做啊。啊无老母讲，老爸，阮翁伫咧做事，我都爱做，迄个时落实拢都爱煮5顿，3正顿，佮2个点心，他有可能，老爸老母拢无法度，安尼即个囡仔都稳死。咱医生娘，病院的医生娘，竟然甲伊的先生手揪咧讲 ，David。咱城市对英国来到伫遮，当然是要听人传福音嘛。那安尼，即个囡仔，咱要白白看伊死吗？带祈祷了后，太太带先生祈祷了后，伊要求伊的先生，我会拍即个囡仔，因为即个囡仔咧，我咧伫咧甲伊讲圣经故事，即个囡仔真认真听，伊感觉那安尼某去，伊毋甘，所以这是。兰医生一个宣教师，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创设者，竟然是先生挂太太的肉，打这个无熟悉，爸母嘛已经放弃的囡仔，然后后来这个囡仔好去，爸母讲这囡仔是恁救的，啊，都送互恁阿爸。兰医生因夫妇全甲饲培养，互伊伫病院教伊白话字，然后到尾也变做。去读新南院做牧师，后来变做台南市，迄个台湾长老教会的总会议长。兰医生，因2代4个牧师，4个医生，这是第2代，这是第2代的太太。因老的时，咱舞会遐，阮国长老教会，咱有将迄个，因为马街第3代。伊住伫咱长老教会边仔迄间 Crofton 的养老院，伊是 UBC 的迄个动土的专家。因2个少年的时，伊伫台北马街的孙，伊是兰医生的囝，因伫宣教师当年拢有见面，伫咧佚佗。即摆已经拢80几岁迄个时，所以咱教会咱就专工请兰医生对英国来，伫 Vancouver， 互因有走10天的时间伫遮斗阵，然后互因会面。迄是咱教会迄个时做。但我要讲的是，兰医生2代4个留伫台湾的，毋是住好厝，毋是开好车，因唯一留的一台铁的，然后因要转去的时间卡网，将上好的面拢留互台湾，拢无对台湾摕半项物件走。因为咱要看见是讲这个宣教师，这是1895年，就是2个宣教师来，一个就是兰医生，一个是梅干姆牧师。伊伫遮，你看伊的脚，伊人真悬，脚真长，伊行过因行的传福音、彰化、大社、柳园、丰原、南投、埔里、清水、大道、丰原、梨林、大城、丽水，也阁有真多。你看100多年前无车。2支脚，然后走遐济，设立遐济教会。毋若安尼，伊阁真爱唱歌，咱圣诗。万军的主，一生的主。OK， 咱电台人也过来吟这首歌。圣餐的时，受袂迄名叫做耶稣，伊留真侪圣诗，到即摆咱圣诗拢也阁有。伊传福音，台语啊，台湾话无啥晓讲。伊用一个，咱常常迄个，咱产生常常拢听到人个锵锵锵锵，迄个锣迄啊，
摕一个迄炉，都锵，上帝放见囝，上帝放见囝，像人像看这红毛番太安尼奇奇怪怪，他变一寡只会教人，就趣味就出来甲看，看到人活来了，上帝听你，耶稣基督为着你放下性命，伊爱你的灵魂，你毋通诚做。我想，伊就对遐伫遐直咧传福音。哎呀，咱看到即个福音入来到伫台湾，拢是对规个足热心、真优秀的宣教士来。即我咧讲到马街边，即摆已经开拓真侪的马街婚姻，但是有一个人是真要紧，有一个负责人，伊的丈夫是船长。伊的丈夫的名嘛叫做马克，丈夫过身，这个船长的夫人 Mrs. 马克，伊迄个时奉献3000块的美金，互伫福摩萨遐伫咧传福音做宣教师的马街博士，这个3000块美金奉献到伫互马街了后。马街博士用这个3000块，你知100多年前的3000块啊？咱就去一个亚洲的，当讲是上先进的病，就伫遐起来。但是台湾上早的西医是咱第一个介绍的迄个马雅国，1805年，伊对南部，这是北部，拄则咱咧讲的迄个兰医生是中部，南北。中，然后医疗、教育、卫生、福音，拢直直起来。然后咱看到这是第一个宣教师马雅国，伊伫台湾尽力拍拼，无少一直直直牺牲付出了后，伊人身体歹去啦，就转去伊的母国。但伊转去了后，直直咧思念台湾的福音的事工。伊即马等于伫迄个苏格兰也袂当创啥，所以伊就搁添钱，然后奉献一台早前上早台湾第一个印刷机，是即只。无人会晓用，巴克的牧师专工就转去苏格兰学安怎样组装，然后安怎样排版，安怎样印刷，所以第一份的报纸。就是对巴克勒的手，然后伫迄个头前，就是马雅国医师伊年老，伊拨一条钱奉献即只，然后即只开拓台湾整个都市的文明，然后咱伫即个遮，咱咧讲人会晓读圣经，人互圣经影响。人为即个白话字的报纸9月公布，伫咧讲的一个讲到迄个英国的代志、美国的代志，然后即个信仰以外、教育、理想、国际事务，然后迄是台湾第一份报纸，对，安尼怎直直出去？所以咱知影讲，即个宣教师，因毋但人伫遐，因志伫遐，然后因的心伫遐，奉献伫遐。这一项拢伫咧影响通过遮，我要甲大家人三甲勉励是讲，着趁咱衰败的日子也未来临以前，你会当斗关心、斗支持一寡有利益的代志，然后互第一线伫咧做的人，真正无欠缺，继续为主将上帝的国度甲伊显明，互伊最大。咱毋若伫都市逐所在需要一个牧者，甲咱三甲配合，将福音传看。咱伫180年、70年初，60年底、70年初，咱有规个台湾人就来到伫温哥华。咱知迄个年代，咱飞行机也无直飞来到温哥华，咱干那飞行机干那去到西雅图。去到多伦多，温哥华是无班机，温哥华的班机是对当时开始1986，迄个，咱1986有迄个世界博览会，差不多伫迄个前后，温哥华早有对
台湾来到伫温哥华，所以你若看到温哥华移民者，拢是对巴西啦、对多伦多啦、对逐所在慢慢才刷来遮，这是近代有即个直杯，吼 ，OK， 啊，咱的教会这是迄个第一间台湾人伫温哥华台湾人的教会，然后对遮陪伴遮移民者，搁伫遮照顾传福音。即个咱伫即个叫做真侪的代志啊，搁有经营大学个啊，咱有对咱教会啊嘛诚做甲社区三甲配合，咱有做真侪社会慈善救助的代志，然后咱教会母会搁来遮开拓啊，本来的长老教会。我想教会福音就是通过安尼一代一代直直去，讲到遮的时，我讲遮有一寡少年的兄弟啊。我想慢慢毋茫恁伫遮，爱甲即个担传福音的担，搁甲继承落来。会记得一个教会若好，一间教会真正会当诚做出外人属灵的家。人不能够单独生活，人是一个群体。啊，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咱的教会，真正互咱原来会当来纪念教会，今仔会当来到伫遮，咱是需要母国台湾遐。有一寡传教者、好的传道者来甲咱三个配合啊，所以迄个军员爱照顾好，军员也好，咱会当有一寡好的传道者，家己有够业，然后佫送出来到国外，逐个人三甲成做一个一体长老教会甲台南新南院，咱会当看见，这拢是除了李登辉以外。遮个人拢是台南新南院出来的人 ，OK？ 台湾人的性格，伊毋将非牧师影响世界的教会甲神学，但是咱真侪人毋捌伊。全世界逐个人拢踮咧伫咧迄个教会神学，吴宗辉伫全世界 WCC 开始提出一项，福音爱实况化，福音爱本地化。所有的物件，无论你到伫倒位，你都要卡踏伫遐，你都要祝福迄个土地、迄所在的人民，啊，甲因做好处边。啊，即款的信仰甲信仰是中国人来到，无论去到伫倒位，迄种印象欠。来到伫托隆托100多年啊，托隆托甲北京踮啊伫咧争迄个奥运举办权，竟然北京摕去了，托隆托的华人的踮啊伫咧放炮啊！你说，踮遮市遮已经100多年啊，加拿大人看心情何堪？福音爱本土化，是以化互全世界。蒋惠牧师、高宗明牧师，李登辉长老教会、淡水中学，这拢是咱长老教会开拓。啊，咱即摆萧美琴，伊的老爸就是台南新南院院长，我的证书就是摕萧庆文牧师。院长转去来，啊，美琴伊就是伫迄个，你看美琴的名，伊绝对是台湾话美琴萧。安尼这敢若简单的一个，咱会看见讲，一个所在若好，一个所在若用，无形中的产生偌济影响偌济人，啊，咱需要这个。这种问题是时间过了后，这已经100多年啊吼。这是巴基的牧师大个所在，啊，我即句的宿舍拄啊伫伊个，我带着面顶看了拄啊伫遮，这差不多，这个路差不多是到更近遮尔，啊，过去是伫遐，啊，我要出来时，成大台语系教授佫带一群学生伫遐咧伫咧看台南新南院，因为台南新南院若是文化、语言、历史，拢会带去遐介绍即间校。因拄啊对遐过，真侪去遐咧参访的人，若看到即个，拢会问讲：啊，伫新南院内面，头有一个梦，迄是啥人的梦安尼啦？就爱佫解说讲，迄毋是梦啦，迄是巴克的牧师即间学校的创始者，第一任的院长，伊大个遗址啦。啊，迄个遗址，迄个厝拢歹去啦，但是迄个基地伫遐都毋敢甲拆。啊！但是常常互人误会讲是，迄是梦地安尼啦。
院长这个遮拢伫咧发，爱甲遮起做一个历史教育的所在，毋通遮尔要紧的一个先人伊的精神遮尔好，然后直直互人对遐过，拢当做迄是皇帝安尼吼。你看即马这是老师的宿舍，教授的宿舍已经60年啦，真湿。有几个教授住伫遐真湿，几年了后身体就歹去，所以即马拢伫咧精修。即个校园即边即个礼拜堂伫遮，教授伫遮，最近嘛拢伫咧精修。即马已经变做台南市政府迄个规个的迄个国家迄个遗址迄个这个叫古迹，因为伫即个遮培养出来太要紧，毋通互上帝的殿去咧拍远。我想这是咱共同的责任。当今仔日我来到伫遮，代表校来到伫遮，要欢喜大家，请对新南洋祈祷，这个祈祷，互咱会当甲这个新南洋心相连。除了祈祷以外，我想哪会当，咱家己本身也好，鼓励咱的亲人朋友，优秀的大学毕业，拢会当有人献身，为着新南洋去献身，互上帝国未来有人。有上帝的工人，佮继续伫台湾岛内甲海外，有人继续甲咱三经为着福音来征战，好的征战。会当创啥？请咱三甲奉献来支持这个真要紧的工。要讲到读新南洋，咱台湾有迄个灿坤嘛吼，灿坤山西产品迄个灿坤啊。我这边我正月31离开永乐教会牧会，2月初去接台南新南洋实践神学甲迄个实践神学的副院长迄个副主任甲公关的主任。我去接的时然后院长互我有机会伫遐参与一寡论文，比较论文的审查。吴灿坤先生，这个灿坤山西产品的创设者。60几岁信耶稣，70岁来读新南洋。伊毕业的时73岁，伊的论文我解有着73岁。伊修的佫是修 M.Div. Master of Divinity。这 M.Div. 这个学位就是要去做牧师的啊。伊直直讲，我无要做牧师，我老啊，我无要做牧师。但是我会当做一项，伊讲牧师。我会当做的是啥？伫我身边拢是台湾各财团的头家，这个人恁拢摸袂着。这拢是我的朋友。我的责任就是伊介绍耶稣传福音。哈利路亚！伊为着伊60几岁才来信耶稣，70岁投入，73岁毕业。无要做牧师，就干那一心一意。所以我有去因兜，伊顿后规个朋友我来。都拢是有一个礼拜的听书、吟诗、唱歌，然后读圣经、祈祷。伊讲几句话了，遐朋友才开始交陪。这个人真特别。有一次我伫遐走道了，我对礼拜堂落来，我要行转去教室的路中，看到一个姊妹伫我身边，我都甲伊打招呼。嘿，姊妹，我都看到你有年纪啊，你即马你还佫伫学校当遮？伊讲牧师，我是宏源教会。我即摆60几岁，退休了，我真想要为主做工，为教会参与伫教会，但是我真惊，食老了后，过去无时间，即摆食老有时间，想要来参与伫个圣工的服侍，我真惊，我若无有信仰的造就甲调整，我若认真，若付出，然后我所做的，互上帝若无欢喜，我惊。所以60几岁，佫倒来读社工了后，佫留咧读 M.Div. 甘心。毋望真正有咱三甲伫遮支持，有好的学校，有好的教授，然后佫继续得到咱的支持，会当有一寡好的优秀的学生对遐直直毕业直直出来，然后会当互三甲有份伫福音的讲法。愿上帝施恩赐福，互咱。个然，咱每一个人，无论你做什么工，拢到最后，因为咱有尽力，
因为咱有参与，然后咱到一日伫上帝面前，咱会当安然坦然讲，好诶征战，我已经征战好诶征战，已经尽跑走诶路站，然后恳求上帝，你将天顶诶免流互我，愿主施恩赐福伫咱，祝福咱诶教会，真正咱诶教会都爱相挺和谐。然后咱有法度通好，互真侪移民者会当伫遮得到安心，会当得到真侪惊吓不安无共款的年龄，拢有咱的，然后咱伫即个才会感受到上帝的神伫咱的中间。咱三甲来祈祷，愿主点伫阮，愿主充满阮，阮真多谢过去有遐尼侪优秀的人对遥远的他乡来到伫台湾贡献台湾。然后，台湾今仔日会当继续伫一代搁一代的经营参与下面，台湾今仔日会当成做一个出头天的新的都市。阮感谢主的恩典，总是伫发展的过程的中间，阮需要真理的亮光；伫发展的中间，阮需要真正有人，亲像宣教师学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精神，欢喜道成肉身。为着迄块土地的未来，为着迄块土地的公义平等，为着迄块土地的民主自由，每一个人会当献出伊家己所有。愿上帝纪念阮，嘛愿上帝建立即个圣会伫遮，久久长长，互阮每一个最忠实的，然后会友的，拢会当继承对耶稣继承听。甲热情，对宣教师看到因咧听甲热情，结出遮尔多的水的果子，阮今仔日嘛需要伫遮为主结出好的果子来，通互主欢喜。阮咧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